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0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0篇第1节到第6节，13节到17节。申命记32章44节到47节。约翰福音第5章39节到4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册中的使命。俗语话讲：册中自有颜如玉，也讲册中自有黄金厝。这咱看出讲伫中国人的心肝中啦，迄种五子登科啦吼，佫是人生真首要的选择的目标啦，还是追求的目标吼。读册呢是为着要娶水某。目的是要赚更较侪钱，咱讲财富。但对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讲，却是完全相反啦。耶稣基督捌教导讲一个人袂话有两个主，袂通拜上帝，佮拜妈门。圣经看上帝的话，咱讲圣册。还是讲圣经安尼来看的时阵，咱咧讲启示录第10章啦吼，第9节到第10节的教导。我就去天使遐，请伊将迄卷细卷的册互我。伊甲我讲：你摕去，食落去，伫腹肚内会苦。毋过伫喙内会亲像蜜遐尼甜，我就对天使的手摕迄卷细卷的册来食，喙内果然亲像蜜遐尼甜，毋过吞入体腹内就变诚侪苦。天使佫甲我讲，你着佫宣布上帝关系真侪民族、邦国、语言。甲君王的预言。伫昨咱有讲到上帝的话语，咱知影上帝的话是生命受创造的来源。伫记录上帝的话的册，咱讲圣经，伊所代表的嘛是一个使命，是要引带咱来前往使命之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到去到这个西奈山的下面，是为着要领受上帝的诫命，就是上帝的话。目的是要为着互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保守，领受上帝拯救的恩典。申命记32章45节到47节。安尼来记载摩西的预言。安尼讲，摩西将这的话拢讲互以色列人众人来听了后，佮对因讲：我今仔日警戒恁的话，恁着会记住，嘛着吩咐恁的后代切实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因为这个律法。对恁毋是空无路用，是恁的性命。这个律法是会互恁伫过约旦河要占领的地久长徛起。这首诗咱称作摩西的歌啦吼，这个诗应该是诗篇90篇啦吼。伫诗篇中间唯一的一首出自摩西的手的。摩西的歌是摩西年老所做迄首诗。根据申命记的记载，是上帝交代摩西所写的，是为着要互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去了解上帝如何保守因的祖先，赏赐性命互因。圣经安尼写摩西的歌啦吼，讲主啊，
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犹未受造，大地甲世界犹未形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着归回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亲像暗暝的一更。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草早起时半掩，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焦去。愿因为你会受去消灭，因为你会大受去惊吓，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秘密的罪伫你的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会受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伫80，阮会当开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0000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惊吓？求你教阮会晓得家己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汉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拢亨通。摩西将上帝的话语交代互以色列人去遵行，就是在讲着求你教阮算小阮的年日，通好互阮有智慧啦吼。这就是圣经咧甲咱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翰福音的话更较清楚来表达圣经的话的迄个意义。耶稣基督安尼讲：恁研究圣经，因为恁想伫迄个内面会找到永远的活命。其实就是圣经在为着我做证，安尼恁要求毋肯来我遮得到活命。我无接受人的称赞，毋过我真正了解恁。伫恁的内面无疼上帝的心，我奉我的爸的名来，恁无接纳我。若有别人奉家己的名来，恁颠倒甲伊接纳。恁互相称赞，总是无追求对唯一的上帝来的称赞。安尼恁哪会当信我？毋通想讲我会伫我爸面前控告恁，伫控告恁的是恁一直伫仰望的摩西。恁若真正有信摩西，嘛会信我，因为恁有写我的代志，伊写的册拢当毋信，哪会信我所讲的话？上帝的话是赏赐咱永远活命的方式，是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当然，若准无法度领受耶稣基督的话语，其实就是拒绝生命、拒绝永远活命的一个做法。
甲明白来讲，就是讲咱无去领受上帝的诫命，就无法度得到永远的活命。也就是讲，基督徒袂话当无读经，袂话无去实践圣经的教导。牧师啊，一再强调勉励咱兄弟爱读圣经，爱祈祷，毋是因为要建立一个习惯尔定，迄乃是要对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性命伫迄个所在来领受啦咱搁一摆来倒转来伫约翰福音15章的经文来看，迄个册中的性命。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到第10节正着讲着我对恁所讲的信息已经互恁洁净恁着爱常常甲我结连，我就常常甲恁结连。若是毋甲我结连，就无法度结出果子，亲像花无甲葡萄树连结做伙，就袂当结实共款。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常常着甲我连结，我也常常甲伊连结，必定结真济的果子。因为若无我，恁无话通做啥物。迄个无甲我结连的人，就要互人弃掉，亲像高大的枝去互剪掉，互人捡去迄年的火内底来烧。如果恁常常甲我连结，我的话也常常伫恁的内面，恁无论做啥物求，就拢会得到。我必将因为恁结真济果子来得到荣耀，恁也因此成做我的门徒。亲像老爸听我，我嘛听恁。恁着爱常生活伫我的听的内面。恁若遵守我的命令，恁就会常常生活伫我的听的内底，亲像我遵守我的爸的命令，常常伫伊的听内面。感谢上帝赏赐阮你的话语，互阮会通透过所领受的话诫命，来领受你借着耶稣基督赏赐互阮的永生。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